喂，喺呢個畢業典禮演講入邊，Charlie Munger 用咗一種反向修辭策略，列舉咗一連串令人生唔快樂嘅建議。佢引用咗 Johnny Carson 之前嘅一篇演講，開頭就警告大家唔好沉迷毒品、妒忌同埋怨恨，因為呢啲都好具破壞性。佢再進一步補充，建議畢業生要學識唔可靠，仲要無視歷史同文學入邊嘅集體智慧。除此之外，佢仲建議，如果一個人想失敗，就應該喺遇到挫折之後，拒絕適應改變，亦唔好學 Darwin 同 Einstein 嗰啲偉大思想家嚟做客觀自我批評。Munger 以反諷方式推崇呢啲負面特質，其實係想凸顯要過一個成功而有意義人生所必須嘅重要習慣同思維模式。我幫你分咗做兩個簡單部分，首先係重點回顧，我哋會先俾你一個高層次嘅總結，等你即刻掌握到大致內容。全期本尊之後，我會播翻 Charlie 親自講嘅演講片段，等你可以直接聽到佢本人點講。呢個就係重點回顧。喂，大家有冇諗過，畢業典禮嘅演講好似成日都教我哋點樣成功，點樣開心。但如果我哋反過嚟睇呢，今日呢，我哋就冇傾一個超級特別嘅演講。佢唔係教你點樣成功，反而係俾你一張地圖，一張帶你走向悲慘人生嘅精確地圖。呢份智慧嚟自投資界嘅大師查理蒙格，佢要教我哋嘅就係點樣用反向思考呢個超強工具嚟聰明咁避開人生路上所有嘅坑。準備好咯咩？我哋馬上開始吧。好，呢句說話就係查理蒙格講嘅，佢其實係在引用美國一個傳奇脫口秀主持人強尼卡森嘅演講。呢個聽起嚟係咪有啲怪，教人家點變悲慘？但你聽好喎，呢個反直覺嘅諗法，恰好就係解鎖一種超強大思維方式嘅鎖匙。與其盲目嘅追求成功，不如我哋先學識點樣可以系統嘅、有條理嘅避開失敗。所以呢，接住落嚟，我哋要深入睇下蒙格開出嚟保證你悲慘嘅處方。但大家唔好緊張，其實呢樣嘢唔係想詛咒你，反而好似一份逆向工程嘅藍圖，教我哋點樣避開佢會搞到你失敗嘅大地雷。咁你自然就可以行到一條唔錯嘅人生路。冇錯，呢個就係成個概念嘅核心。蒙格覺得，其實與其睇到頭都唔知點樣追求嗰啲虛無嘅嘢嘅卓越，不如我哋先做一件更加簡單同實際嘅事，就係揾出嚟一做就保證你人生玩完嘅嘢。跟住呢，好簡單，就係唔好做嗰啲嘢。只要你可以成功避開呢啲愚蠢嘅行為，咁你人生大概率都唔會太差。OK， 其實成件事嘅源頭係嚟自強尼卡森，蒙格係基於佢哋嘅睇法再延伸落去。所以我哋一齊睇下卡森最早講過嗰3個保證會令你人生悲慘嘅特效藥到底係咩嘢？第一，攝取化學物質；第二，折墮；第三，怨恨。聽起嚟係咪好基本？冇錯吧？但你可千祈唔好睇佢哋。卡森就話呢3件事絕對係摧毀你人生嘅最速捷徑、最有效嘅方法。好，我哋而家就一個一個嚟睇佢哋嘅破壞力到底有幾強。呢一點應該好易明。為咗強調佢嘅嚴重性，蒙格甚至用咗自己嘅親身經歷嘅警告大家。佢話喺後生嗰陣識咗4個最叻嘅朋友，入面有2個就係因為飲酒飲到死嘅。另一個雖然仲生存，但都差唔多廢嘅，所以佢先至會警告話，嗰條上癮嘅鎖鏈，一開始你根本感覺唔到嘅存在，但等你發現嘅時候，通常已經重到你甩唔甩得甩。好，第二個妒忌，妒忌呢樣嘢真係完全係自討苦食，你明唔明？就係你成日望住人哋有啲咩，然後氣到爆炸，但又忘記咗自己已經擁有嘅嘢。幾千年嚟，所有聰明人都講過，妒忌根本就係毒藥，除咗令你痛苦之外，對你人生一啲正面幫助都冇。講到第3個處方，怨恨，我覺得蔡玉爾占森呢句說話講得真係好正，佢個比喻勁到爆。你睇下啦，怨恨就好似你自己每日飲緊毒藥，然後仲滿心期待對方會仆街，點可能啫？結果就係毒死冇得你自己，佢會榨乾你成個人，令你永遠困咗過去，走唔出嚟。好啦，以上就係卡森開出咗3個基本處方。跟住蒙格覺得仲未夠喎，佢根據自己一世人見過無數成功同失敗嘅例子，再加碼咗4個保證你人生悲慘嘅處方。我哋一齊睇下係邊4個啦。呢啲真係精華中嘅精華，就係呢4個。第一，做一個唔可靠嘅人；第二，
只係從自己嘅經驗學咁拒絕嘅人哋嘅。第三，跌低嘅就索性撳低唔喐。第四，完全無視反過嚟嘅呢件事。喺呢4點真係蒙格獨到嘅見解，每一點都超級值得我哋好好嘅一啲。我哋先睇下蒙格講咗第一點，做個唔可靠嘅人。佢講咗一句超經典嘅說話，意思就係話可靠遠遠比你聰唔聰明，有啲才華更加重要。如果你應承嘅人，佢哋事都做唔到，成日放人飛機，就算你係天才，最後都會俾佢可能能力麻麻嘅，但講得出做得到嘅人遠遠拋離。蒙格仲舉咗一個真實例子，佢話喺大學室友有好嚴重嘅閱讀障礙，冇書好慢，但佢就係蒙格見過最可靠嘅人。咁結果點呢？呢個室友後來家庭幸福美滿，仲做埋一間市值幾十億美金公司嘅 CEO。你睇呢個就證明咗，只要你夠可靠，真係可以補足你好多其他缺點。跟住第二點就係淨係靠自己嘅經驗去學嘅。蒙格呢句說話真係又搞笑又中肯，咁意思就係，喂，世界上有咁多人成功同失敗嘅經驗可以學，你點解要自己去撞板呢？如果你堅持咩都要自己試錯，佢好多其他人早就犯過嚟錯，你都注定要再傻更嚟犯多次。佢反過嚟講呢，牛頓呢句說話就講得最清楚啦。企喺巨人嘅膊頭上，呢個就係間接學習嘅巨大紅利啊！真正聰明嘅人唔係咩都靠自己由零開始發明，而係識得去吸收、去運用前人累積落嚟嘅所有智慧，咁你先可以企得更高、望得更遠嗎？再睇第三點，人生遇到挫折就躺平，唔好起身。呢句聽落好誇張，係咪先？但講真，好多人潛意識入邊就真係咁做。蒙格話：人生遇到衰嘅，遇到打擊，其實係好正常，冇人可以避得過。所以啦，如果你第一次跌親就即刻放棄，咁好啦，恭喜你，你嘅人生包保就係一個失敗嘅人生。好，接住落嚟，我哋要講到蒙格最後一個，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悲慘處方。但你要聽清楚，呢一個其實就係冇成個演講嘅精華，係冇想教我哋解決所有人生難題嘅終極秘訣。蒙格講咗一個有冇似腦筋急轉彎嘅老笑話咁介紹呢個概念。佢話呢句說話，大部分人聽完可能就笑一笑就算，但其實入邊藏住超級大嘅智慧。呢個就係成個演講嘅核心，永遠要由反面去冇問題。OK， 呢個就係我哋講嘅逆向思維，佢係一個非常有用嘅思考工具。唔止蒙格，連偉大嘅數學家雅可比，佢嘅口頭禪都係反過嚟嘅，永遠都要反過嚟嘅。點解呢？因為你會發現好多超級難解嘅問題，當你將佢倒轉咗佢哋嘅時候，答案突然間就變得好清楚。同埋你唔好以為呢個係咩冷門技巧啊！你睇用呢個方法嘅人，全部都係大星級嘅人哋。強尼卡森用呢招嚟講人生，數學家雅可比用嚟解題。愛因斯坦修正牛頓定律嗰陣，都係用咗逆向思考，更加唔使講達爾文啊，佢根本就將呢招玩到出神入化。呢個就話俾我哋知，呢個思考工具有幾咁勁。我哋就以達爾文做例子啦，佢真係最好嘅例子。咁點解可以成為嗰隻跑贏晒所有天才兔仔嘅烏龜？關鍵就係冇超級客觀。佢嘅做法唔係揾證據證明自己啱，反而係死命去揾佢可以推翻自己理論嘅證據。你哋呢個就係逆向思維加埋客觀精神嘅完美結合。愛因斯坦呢句說話，大家要留意最後嗰個字，自我批判。呢個咪就同達爾文做咗嘅一模一樣咩？意思就係你要有勇氣去攻擊，甚至親手摧毀你自己最中意、最信嘅嗰個睇法。呢個就係客觀嘅核心，亦都係令你避開咗毀滅性失敗嘅關鍵。最後，蒙格用一句聽落好矛盾嘅祝酒詞，為成個演講做咗個完美總結。佢話：祝你喺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每日向下瞄準而步步高升。聽落好怪客，但呢個就係冇想講嘅嘢。如果你想過一個好正嘅人生，最穩陣、最可靠嘅方法，其實就係專心致志嘅去避免過一個好差嘅人生。佢最後呢個問題就留俾大家自己睇啦。例如，你唔好成日問我要點先可以升職，你可以反過嚟問，有咩嘢我做嘢一定會俾人炒，然後就唔好去做。又或者唔好問點樣經營一段美好嘅感情，而係問有咩行為一定會搞到段關係玩完。試下啦，將個問題反過嚟咁，你好大機會會發現
避開蠢事，其實比起追求卓越，係一條清晰得多同穩陣得多嘅成功之路。而家校長 Beresford， 佢其中一位最資深同服務最耐嘅校董，佢發表畢業演說。作為演講者，佢有責任回應大家心入邊嘅兩個問題：第一，點解會佢哋呢位人選？第二，呢個演講會講幾耐？我會用我同 Beresford 長年共事嘅經驗，佢答第一個問題。佢係想為我哋學校爭取更高嘅聲譽，就好似有啲人好自豪咁為自己展示咗隻馬，話隻馬識數到7。其實個人都知數到7唔算咩數學成就，但佢都預咗大家會讚呢，因為表演者係隻馬，佢都算有啲本事。咁至於第二個關於演講長度嘅問題呢，我唔會預先答你嘅。如果答佢就冇咁嘢，你冇抬頭望住我嗰種充滿好奇心同明顯期待嘅表情，我都想保留住，無論原因係咩。不過我可以同你咁講，點解我考慮演講長短嘅時候，最後就變咗成為今次演講嘅主題。當我收到邀請去演講嗰陣，我真係有啲自滿。雖然我哋冇公開演講經驗，但係我自問厚面皮一流，黑帶級數。咁我即刻就諗起 Demosthenes 同 Cicero 做榜樣，仲諗住試下嚟到 Cicero 嗰種讚賞，就好似有人問 Cicero 最中意 Demosthenes 邊篇演講嘅， Cicero 就答最長嗰篇。不過對於在座各位嚟講，好彩嘅係，我又諗起 Samuel Johnson 評論 Milton 喺詩失樂園時講過一句出名嘅說話，佢講得好啱，話啲人會希望佢再長啲。咁我就開始佢。咁我聽過啲20場哈佛畢業演講入邊，有邊一場係我真係希望佢再長啲嘅呢？第一場就係 Johnny Carson 嗰次，佢仲特別講佢嘅 Carson 式嘅人生建議，點樣可以保證你一生都唔開心。咁所以我決定重複 Carson 嗰篇演講，不過會加長嘅，仲加埋我自己嘅幾個建議落去。我而家比當年嘅 Carson 大好多，經歷嘅失敗同唔開心亦都比佢多。呢啲挫折嘅次數同程度遠超一個後生幽默嘅演講者所能想像。所以我絕對有資格去發揮下 Carson 嗰個主題。Carson 講過，佢唔可以教畢業生點樣開心，但佢可以話俾佢哋知，根據自己親身經歷，點樣可以保證自己唔開心。Carson 嘅建議呢，保證你唔開心嘅方法有3個。第一，靠食藥或者用化學品嘅改變情緒或者感覺；第二，妒忌；第三，怨恨。我仲記得Carson 講嘢，試過呢啲嘅時，嗰種堅定嘅語氣，一次又一次，佢每次試都令自己更加唔開心。Carson 呢，第一個唔開心嘅建議食藥咧，好容易明白。我都想講講自己嘅睇法。我細個時候最親近嘅4個朋友呢，都係好聰明、有道德感、有幽默感，無論人品定背景都好好。其中2個已經早早過身，酒精係其中一個原因。第3個而家仲係酒鬼。如果你覺得佢都算係生活嘅話呢，雖然每個人對呢啲咁嘅敏感度唔同，但係上癮可以好唔覺意嘅發生喺任何人身上。墮落嘅枷鎖一開始輕到你感覺唔到，等你發覺嘅時候已經重到甩唔甩得甩。我活咗超過60年呢，仲未見過有人因為太驚、太避開呢條嘅詭詐嘅自毀路，而令自己生活變差。咁當然妒忌都同個化學品一樣，佢帶嚟唔開心方面，佢哋都可以攞到數量獎。早喺摩西律法未開始鬧咗之前，妒忌已經搞到人哋犬不寧。如果你想繼續俾直道加劇痛苦，我建議你永遠唔好閱讀嗰位善良嘅基督徒塞爾約翰遜嘅任何傳記，因為佢嘅人生咧以一種引人入勝嘅方式咧，展現咗超越嘅可能性同優勢。直道怨恨對我嚟講一路好有效，就好似對卡森咁有效。我無法強烈推薦。如果你渴望痛苦，咁咪隨你便啦。約翰遜講得好，生活已經夠艱難啦，
何必再去承受怨恨嘅苦澀呢？對於想要痛苦嘅你睇，我都建議你唔好實踐迪斯雷利妥協法呢個方法咧，係為咗佢覺得無法放下怨恨嘅人而設一刀切。迪斯雷利佢成為最偉大嘅首相之一嘅過程中咧，學識嘅唔再用報復作為行動動力，但佢都保留咗某啲發洩怨恨嘅方法，就係將傷害過嚟嘅人名寫咗紙上，然後擺入抽腳，然後佢時不時地會回顧呢啲名，並因為咁注意到世界喺冇佢幫助嘅情況下係點樣擊敗佢嘅敵人嘅。好啦，卡森嘅3張處方就此作罷。以下係芒格提出嘅另外4條建議。首先呢，要做一個唔可靠嘅人。如果你淨係想掌握呢一項技能，就唔好忠實咁完成你承諾要做嘅嘢。咁呢個係一種習慣。你所有美德嘅總和，無論幾咁偉大，都將遠遠抵消其帶嚟嘅影響。如果你中意俾人唔信任，被排除喺最優秀嘅人才同埋圈子之外，呢條建議呢就最適合你。只要你掌握咗呢個習慣，你就可以永遠扮演寓言裏邊嗰隻兔仔嘅角色。不過你唔單止會俾一隻優秀嘅烏龜超越，仲會俾一大堆平庸嘅烏龜超越，甚至連坐住拐杖嘅平庸烏龜都跑贏你。我要提醒你呢，如果你唔同我第一個建議呢，就算你一開始處於劣勢呢，都未必咁容易變得唔開心。我大學時有個室友咁嚴重閱讀障礙，但係佢可能係我識過最可靠嘅人。咁到而家都過得好精彩，有出色嘅老婆同仔女，仲係一間幾十億美金企業嘅行政總裁。如果你想避免有啲好似緬因州傳統文化機構咁嘅結果，你只要繼續做一個可靠嘅人，就唔可以指望你其他嘅障礙會拖你後腿。我聽到有人話人生到目前為止都好精彩，我實在冇法唔提一提。古希臘著名嘅歷史學家梭倫曾經留低過咁樣一句富有哲理嘅名言，佢話一個人喺佢漫長嘅人生旅程徹底結束之前，我哋都唔應該過早咁斷定佢嘅一生係咪真係算係幸福。呢句話提醒住我哋咧，命運喺最後一刻到來之前咧，始終都充滿住各種未知嘅變數與轉折。我第二個令你唔開心嘅建議就係，盡量只靠自己親身經歷去學嘅，盡量少啲向其他人，無論生前定死，佢哋好壞經驗學習。呢個建議包你中晒，一定會帶嚟唔開心同埋二流嘅成就。你只要望下身邊咧，就會見到唔向其他人嘅錯誤學習會有咩後果。人類常見嘅災難呢，其實一啲都唔新鮮。酒後駕駛導致他人死亡，魯莽駕駛導致終身殘疾，患上無法治癒嘅性病，聰明嘅大學生咧變咗被洗腦嘅邪教信徒，重複前人明顯錯誤導致嘅生意失敗，以及咧各種群眾嘅愚蠢行為等等。我建議你記住一個現代嘅講法啦，作為提醒你唔好因為唔小心同佢創意而惹上大麻煩嘅提示啦。如果一開始唔成功嘅，話長散都唔好玩啦。避免借鑑他人智慧嘅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嘅層面，就係完全唔去向嗰啲最頂尖、最優秀嘅經典作品學習，人哋已經做過。你嘅做法就係盡量令自己唔受教育。可能如果我講個簡短嘅歷史故事，你會更加明白咁樣可以避免咩類型嘅唔開心結果。從前咧有個人咧，雖然起步唔好咧，學解釋幾何時又好辛苦咧，但佢都好努力，冇學習咗前人最好嘅成果啦。最後佢自己原創嘅作品引起咗廣泛注意。佢對自己嘅成就嚟講啊，如果我睇得比其他人遠少少，都係因為我企呢個人喺膊頭上。而家嗰個人嘅骸骨就葬咗喺西敏寺墓碑上面咧，有一個特別嘅銘文。
呢度安葬嘅牛頓爵士所有屬於犯人嘅遺骸。我第三個令自己唔開心嘅建議就係，一跌低就唔好再起身。無論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係咁。其實呢，人生就好似打仗咁，完全相反。因為外邊真係有好多逆境啦，就算你幾好運、幾聰明都一樣。咁樣保證你遲早會永遠陷入唔開心嘅泥沼。無論點都好，都要忽視伊比克泰德為自己寫嘅準確墓誌銘入邊嘅教訓。呢度安葬嘅伊比克泰德，一個身體殘缺嘅奴隸，極度貧窮啦，但係又得到神明眷顧。我最後一個令你思想混亂同唔快樂嘅建議，就係要忽視一個故事。細個嗰陣，有人同我講過一個關於鄉下佬嘅故事。佢話我真係想知自己會喺邊度死，咁我就永遠唔會去嗰度。大部分人都會好似你哋笑鄉下佬無知，然後忽略咗佢最基本嘅智慧。如果以我嘅經驗嚟講，真係想唔開心嘅人呢，千祈唔好學鄉下佬咁做。如果你想失敗，你就應該當鄉下佬嘅方法只係一啲怪癖，佢嘅用處唔好理佢。雖然其實 Carson 演講都用過同一個方法。Carson 做嘅就係將點樣創造 X 呢個問題反過嚟嘅，即係研究點樣創造非 X。偉大嘅代數學家 Jacobi 其實同 Carson 用嘅方法一模一樣。佢仲出名成日佢重複一句說話：反轉，永遠要反轉。Jacobi 知道世事本來就係佢好多難題，反而要倒轉啲嘅先至解決到。例如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試圖將 Maxwell 嘅電磁定律改到符合 Newton 嘅運動定律，但 Einstein 就反其道而行，將 Newton 嘅定律改到配合 Maxwell， 結果發現佢啲二相對論。作為一個認證嘅傳記迷呢，我認為 Charles Robert Darwin 一定會排得上名。佢喺哈佛學院咧，1986年畢業班大約中游，但而家喺科學史上已經好出名。如果你一心只想浪費自己天賦，呢啲例子就啱啱係你唔應該學嘅。Darwin之所以有佢嘅成就呢，好大程度係因為佢嘅做事方法呢，完全違反晒我哋點樣唔開心嘅規條。特別係佢成日都會反過嚟優先處理證據。佢傾向去推翻自己好珍惜、好辛苦得佢嘅理論。相反，大部分人好早就養成咗一種習慣，之後仲會加強，就係處理新嘅同自己原本結論相反嘅資訊時，都會令原本嘅結論唔變。佢哋就變成咗Philip Wylie 講過嗰種人，你根本佢已經知嘅同永遠唔會學到嘅，佢之間你連一毫子都擠唔入去。Darwin 嘅人生證明嘅烏龜都可以跑贏兔仔，極度客觀幫到手，令到個客觀嘅人好似玩釘爐仔尾遊戲入邊唯一嘅蒙眼嗰個嘅。如果你唔重視客觀，你唔單止忽略咗 Darwin 嘅教訓呢，仲連 Einstein 嘅都唔理。Einstein 話佢成功嘅理論係嚟自好奇心、專注、堅持同自我批評。而所謂自我批評，佢指嘅就係測試同推翻自己好中意嘅想法。最後減少客觀性會幫你減輕擁有世俗財物帶嚟嘅妥協同負擔。因為客觀唔淨止對偉大嘅物理學家同生物學家有用，連 Bemidji 嘅水喉工人都會因為客觀而做得更好。所以如果你理解做自己就係要保留晒你年輕時所有嘅諗法，你就會穩穩陣陣佢行緊去，唔單止最大化無知，仲會行向所有可以因為唔愉快經歷而得到嘅痛苦。生意上而家攞到一個倒轉嘅講話時刻，仲有一個倒轉嘅捉走詞，靈感嚟自 Elihu Root， 成日講隻狗點樣一步一步咁行去 Dover， 就好似送畢業生1986班咁。各位先生，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靠每日都定低目標，過一世長命百歲，步步高升。